各位咱中文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头一摆甲大家做伙来礼拜，咱做伙来学习上帝的话。毋知大家敢有固定灵修读经的进度？敢有？突然发现我现在要扮演这个唠叨的角色因为这是我的职责。那有真好若讲即马无嘛无要紧。其实我过去嘛，感觉讲规定一个进度实在有够烦的。尤其伫新学院的时阵，学校写报告就爱读足侪圣经准备讲道片，搁爱读圣经。为什么就无代无志，搁爱交阮来规定讲，搁爱有一个灵修的进度？新学生爱有灵修的进度，讲我家己照我的心情读，我照我的兴趣来读，还是讲我着照我家己的需要来读，安尼敢袂用的？我开始学习了后，我才豆豆来发现，这差别是伫倒位呢？毋是讲读济还是读少的问题，嘛毋是讲一定爱真认真，逐工安尼照起工读才会用。就算讲你照这个进度，你读了真慢，可能有一工无一工，还是讲他的跳嘞人嘞。但是安尼，你至少嘛有伫你的生活内底，伫你的时间内底，你分别一个特别的空间出来。这特别伫倒位咧？毋是你家己来决定讲你要读圣经的倒一个所在。因为尤其咱伫教会大汉的，还是讲你信主已经足久啊。遮个时阵，就算讲这个经文你无读过，其实咱拢加减拢有印象有印象真好，是一个好的代志。但是有当时咱着因为我感觉讲我已经有印象着伫这第一印象的内底咱着有当时着，若是讲要继续进步，着拄着一寡困难咱着感觉讲家己已经知影。亲像可能咱一般咱着特别惯势讲可能当我拄着困难的时，我着会想去读约伯记。但是讲咱顺序的时，咱着袂当认真来研究约伯记吗？着无怪咱平常时咱去关心遐个受苦的人。伫你平常你家己真顺遂的时，你去甲受苦的人来关心，你定着直接讲出来，就是遐会甲约伯的朋友共款的话。更讲的拢是你着爱有信心爱认真祈祷，伊爱赶紧认罪较袂拖了遮久。顶礼拜来看你安尼即礼拜来看你还阁是安尼，拢无啥物进步是安尼，咱着真正食力。伫咱读经的过程中间，若是咱保持一个空间，互经文、互圣神来引带咱，其实是一个机会，训练咱调整家己的自我中心。今咱读加拉太第3章的后壁，保罗真用心咧处理咱基督教信仰内底这律法到底是算什么？当然，这是一个神学的大题目真有通好研究。毋过，这律法的问题其实嘛，确实是咱逐人人生拢会拄着的一个坎站。
特别当咱继续来思考，咱嘛会发现讲，即律法的问题其实有偌重要，伊会影响着咱对家己的人办，嘛会影响着咱对别人的人办，并且嘛会影响着咱到底是怎样要来为福音来做见证。因为咱知影讲，新约的福音就是要来超越即个律法，但是你若是对律法的理解的偏去，安尼当然咱就真恶地来理解到底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咱的价值、对咱的救恩到底是啥物？保罗是怎样来看待即个因犹太人的律法呢？但是咱需要先来知影保罗遮讲的律法。虽然讲伊是直接要来讨论讲即个就是咱讲的旧约，犹太人伊对上帝遐所领受的律法，以及伊因尾阁有足济宗教的规条。但是保罗伊遮所讲的律法，其实包含的范围阁较大，包含外邦其他无共种文化、无共民族，所有因的法律、因的文化、伊的风俗，拢算伫在内。因为你讨论即个律法甲福音的事毋若是犹太人因伫因的律法的内底。伫主要所来进前是所有的民族、所有人，拢伫即个律法的下骹，受到即个律法来控制。律法有真济功效，真有利益。若是无律法，咱的人类的社会是无法度来运作的。咱至少也知影，咱上基本律法就是会互咱知影伫咱即个社会到底什物是对的，什物是毋对的，什物是好的，什物是毋好的。但是当保罗伊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伊即马毋是要来继续来讨论讲律法有啥物好处，有啥物利益。伊即摆要来，大家来强调讲，律法有啥物无完全的所在，律法有啥物缺点，有啥物欠缺。保罗讲，律法是啥物？咱读别克的经文写讲律法是即个管顾囡仔的，管教囡仔的。你若是读学校本是甲翻做即个训蒙的师傅，还是讲即个启蒙教师？若是较新的现代的译本，会甲翻做即个监护人监护人。到底即个管教囡仔是啥物角色？伫初代教会罗马的即个时代，即个角色其实讲坦白，这毋是讲要教囡仔来教什物学问，毋是来教什物学问啊，不是要教你什么知识，不是要教你什么学问，不是要教你会什么东西。伫过去迄个罗马时代，是有钱人会请一个奴隶来做即个管教囡仔，是要教囡仔安怎讲教示啊，就是逐工爱请即个奴隶，就是安怎呢？囡仔去学校读册，莫互伊安怎？讲起要去读册，走去外口魔鬼佚佗。可能过去就是走去弄球筋走去网咖，即马可能就走去咖啡厅伊所用。即个管教囡仔的角色，就是
甲囡仔送到学校。过来就是换真正牌的老师来去教迄个囡仔这种的学问。所以其实讲起来，即个管教囡仔，伊毋是啥物正式的老师，伊是一个努力负责来教即个囡仔的品行囡仔基本的规矩上基本的你有去学校上课也无？若照咱的经验，啥物人咧做即款的代志？我咧想，可能比较较像是学校的即个训导处。无就是教官会来做遮个代志，就逐项拢会甲学生来管。你最好若是无钱落，你可能教官就你们两个过来。所以保罗要讲即个管教囡仔的即个角色，伊到耶稣基督救恩来时，即个如何即部分的功能就算做完成啊。就算讲，就敢若即个管教即个努力，甲囡仔送去学校了后，就正式就交互即个老师来教即个囡仔，毋是你的努力咧甲囡仔来管。但是当然，如法无可再有过去的即个管教的功能以后，毋是讲着甲即个律法来废掉，甲去杀掉。无，律法有完规章好好。我找一个一般咱较会拄着的例，然后我尽量来小可来甲对照者。大家敢知影？若是照咱台湾即摆的规矩，你若弄红灯会安怎？大家敢知影？闯红灯，我们现在会怎么样？罚钱。偌济共你敢知？毋知可能大家讲种真乖，无去互罚过。是伊互罚钱你后盖佫继续弄红灯，你又继续闯红灯，再闯，每天都闯，会安怎？照咱的规矩，就是过来就是记点，记点就是你驾照的你会过来就互吊扣吊销过来你就毕业毕业是安怎？就是你就袂当开车。即个规矩看起来有袂少机会毋过咱有诶所在安怎呢？即摆足侪科技执法诶，也是讲你大附近就较侪人咧检举。所以过去你尤其台湾人诚侪台湾人咧赛车，因就是怎样诶，拢无要悔改，就是一直弄红灯。安尼呢，连面就毕业，连面就你的驾照就吊销，就袂当赛车。当然咱一般人可能会受到诚大影响，就是袂当赛车，你可能就骑奥多摆，就骑脚踏车。但是你若是有人是伊咧走车的，还是咧送货的，伊无驾照要安怎？伊就无法度食头路伊生活就拄着困难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咱政府拄着诚大的压力，所以旧年差不多即摆就要满一年，旧年的6月底咱政府就宣布一个新的规定，就讲咱即摆就干那警察现场开单安尼才会记点，才会记点。若是其他科技执法的，你互其他人检举的，就共款爱罚钱的，但是毋免记点。毋免记点，就是你比较，就较袂去互人吊销驾照。可能对于遮个走车的人，涉工人来讲，这就是因一种的福音。当然对其他社会顶其他人，可能就不一定啊。即个过去甲现在，旧年甲即马，
咱弄红灯的即个规定并无改变，只是讲过去你一直弄红灯，你诚紧，你着永远拢袂当塞车。但是即马，互你有较济诶小可，搁有一个空间，搁加一寡机会。但对咱一般人来讲，你敢会因为即马较袂互人记点，你着去弄红灯诶？应该袂吧？伊应该袂讲即马是大好诶机会就是你若看到无警察，你着知影你袂互记点，你着看到红灯着甲冲过。因为咱知影除了罚金甲即个驾照诶问题，咱嘛知影即个红灯即个规矩意义是啥物？即意义就是，伊即马你即边红灯就是另外一边有人要过你若是有去想讲，你是我是人，边仔迄边诶人，伊嘛是人诶。若是你毋是干想着家己，你嘛会想着别人，你嘛会尊重别人。就算讲今仔律法袂互你有任何诶处罚，你嘛有愿会起来好好遵守即个律法。这是伫咱台湾诶社会，咱需要豆豆来学习诶。因若照咱世俗、咱诶传统，咱定定搁咧学习即个法律诶观念，可因咱一般拢会伫心内思考讲，情理法是毋是法律无周全诶所在？是毋是是不是我要绕过这个法律？是不是没有人看的时候，我就可以绕过这个法律？但是伫咱诶信仰内底，是怎样来面对即个律法呢？伫咱诶信仰内底，有缘真看重即个律法诶功能。咱毋是要甲即个律法来废除。伫信仰内底，即个律法是去互福音来超越，但是上时即个福音嘛，互本地即个律法来成全。咱原本是互律法来管辖，但是即马咱变做是倚靠基督，顺趁圣神来遵行这诶律法。所以咱诶福音是啥物呢？其实福音这来讲，咱拢知影，咱拢会晓背，咱拢诚熟。耶稣基督救恩，互咱通对神来称做义，也就是甲上帝有即个好诶关系。但是咱若讲要来传福音，咱毋是着甲遮诶几句，咱搁甲别人来念，搁来读一遍，互伊听。即福音有啥物诶功效？即福音诶宣告，咱敢有真正相信？咱敢有接受？但咱做一个基督徒，咱讲咱要来传福音，但是内心咱敢有真正将这个福音诶内容，咱敢有真正接受？这接受是啥物呢？就是咱会伫信仰内底，伫信心内底，倚靠主耶稣，咱真正领受家己领受着即个上帝囝儿的即个身份，并且嘛，毋是讲家己一个人着得到即个身份着叫做别人拢是外口的人。不如讲了诚明白，就是伫咱兄弟姊妹内底，
你是上帝的囝儿，我嘛是上帝的囝儿。逐人拢是上帝的囝儿。咱若真正有接受即个福音，即个对主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咱就真正甲每一个人当作是家己的兄弟姊妹。咱是信真的，也是信假的，伊定定对咱的讲话就会来展现出来。古早美国总统甘乃迪有一句真出名的话，遮侪人拢会来用即句话。伊讲莫问你的国家为你来会当做甚物，爱问你会当为你的国家来做甚物。当然，这是一句真有名的话，但是阮即辈的少年人，阮拢真听着即句话拢真惊。大家知影为虾米？因为可能伫一般社会公司内底，若是对你来讲，即句话可能后壁可能就是要请你安怎，让你共体时间啊。就是公司有啥物也无法度为你做遐济，但是有完要求你来做搁较济。伫美国的文化内底，其实本地即句话毋是要强调即方面。但是，即句话到底是对打落来，到底原本是要强调甚物呢？其实，即句话大省是对一位阿拉伯地区的一位基督徒的诗人，伊所写的。伊写即句话，其实大省是要来检验社会顶面内底。遮个各行各业的遮个领导者，伊是毋是占迄个位？伊是毋是有为着人民来关心？是毋是有来关心人民？还是讲伊干那伫迄个位，伫你的社会环境内底，拢干那为着家己？所以即句话大省是问要问啥物人？大省是要来问迄个国家的领导人。伊到底有咧问国家会当为伊做啥物，还是讲伊干那要伊是毋是干那咧要求国家为伊做啥物？无问家己讲伊会当为国家来做啥物？同款伊佫继续就来问讲，但是宗教的领导者是毋是？敢若为着家己，也是为着人民来服务。老师是毋是伫迄个位？是毋是有用家己的文字？生意人是毋是有照公道的介绍，还是起关价？所以，逐种咱伫社会逐种职业，无共款的专业，无共款的。一场，咱拢有两种的角色，会通互咱来选择。一种是干那为着家己的，着照即个社会环境的规则来追求家己的利益。第二种是大心将别人的需要看伫头前。所以其实伫咱教会里内底，咱真侪时阵，咱嘛会拄着共款的情形。咱嘛会拄着即款，到底是毋是要来应付即个社会，遮个原本咱所知影的即个方法，遮个制度，遮个利益，遮个实际。可能伫咱的经验有效的物件，这时阵咱伫教会，咱照咱一般的理路，就是咱要来传福音，咱才来想讲咱要做啥物事工，咱要做啥物事工，咱才来找人来服侍，咱
要找人来服侍咱遮甲人来建立即个关系。当然，这若是照一般你伫外口做工课，这是标准的即个方法。但是伫教会内底，伫咱的信仰内底，咱的即个看重的即个重点是无共的。伫咱的信仰内底，咱大心是将咱身躯边的每一位拢看做是咱真正的兄弟姊妹。咱甲因建立关系，毋是讲为着要伊以后要来服侍，也是讲伊会来增加咱教会的人数。咱甲伊来建立关系，是因为我知影我是上帝的囝儿，伊嘛是上帝的囝儿，咱是兄弟姊妹。在遮个时阵，咱知影讲即个关系真重要，但是咱对待即个关系，咱有当时是以利益，你个人也是讲团体利益看伫头前，看伫即个人的性命的头前。若是安尼，咱若讲咱要来传福音的时，别人其实就无可能讲伫咱的关系内底看到有啥物真正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安怎呢？伊就看到，伫外口社会是安尼来对待人，伫教会人内底嘛是差不多。我家己过去伫小组的教会嘛有聚会10多年，伫几间小组的教会。咱们看小组的教会有诶因圣经神学话嘛是足真济哦。但是当然，小组的教会有诶嘛是有较无健康诶。为着一直爱人来办活动做事工，但是可能逐个月10几个人来，逐个月10几个人来，但是可能一档嘛是出去4、5载啦。着家己舞伫即个活动内底舞甲足疲劳诶。咱伫中国教会，咱嘛知影讲，别人有好诶物件，咱爱去来学习；咱有缺点诶，咱爱来改进。但是若讲咱直接甲别人诶方法，会咱着直接个抄来用，着无直接无啥物思考，着直接摕来用。若是安尼，大家若来到即个教会，因嘛会看会出来，伊会看会出来，你遮是你办的活动是副厂的，人会当去人本地即个原厂的教会，就是你看起来就搁较正统啊，敢毋是安尼？所以就有人做小组入来真侪人，遮人尾仔拢都搁去伊本来迄个系统的即个误会。所以其实咱伫要想要安怎来传福音的即个思考的内底，真正传福音毋是一种方法，福音毋是一种方法，福音嘛毋是一个咱要来达成的业绩。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大权能。这大权能会当先来改变咱家己的身份，改变咱怎样看待咱家己，嘛，彻来改变咱是怎样来看待别人。来讲，咱真正接受这个福音的传播，其实这毋免你去过来计划啥物活动，你本身若是伫生活中来行出这个甲社会完全无共款的价值，会怎样会着伫你生活边着产生这个革命啊？安怎你着别人看到你的所做所行会惊你敢知影？
伊会互伊看到你，就敢若看到无共款的世界。我安尼讲，我学生时代伫学校的团契，当然阮嘛会办诚济的聚会，但是尾仔算起来，有当时有一寡同学是怎样来到阮的团契呢？其实嘛毋是对阮所办的活动，阮是有当时的过人的阮团契就走去学校的合唱团来参加，有当时阮团契的过人就走去登山社，甲因做伙爬山。有当时阮团契边仔是桥牌社，阮就甲伊做伙仪摆啊。渐渐有一寡无共社团人，伊对阮团契有兴趣，伊就会想要来阮团契看卖。亲爱兄弟姊妹，你是怎样来经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福音会影响到你是甚物人，并且嘛影响到你怎样看待你边仔的人。伫加太内底，保罗强调讲，咱若是属伫基督，咱着照即个应允做上帝的囝儿来承受即个产业，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身份。对咱基督徒来讲，这是咱上重要的身份。咱伫社会打拼，遮其他的抬头，其他的什物名位，有人对遮足看重的，但是对咱基督徒来讲，并无任何一个身份、一个角色比咱做上帝囝儿更较重要。愿圣神引带咱，邀请咱做伙来进入这个上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互咱对家己来开始，咱先完全来领受这个福音的祝福，先互福音来拆开咱心内的这种种的限制，种种的这律法。互咱才有即个能力，伫即个主的听的内底，咱来去关怀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咱才有即个眼光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咱才有即个眼光去陪伴、去理解、去为因来祈祷。伫即个社会的环境内底，当然咱会当讲，咱所有的经验，咱伫社会每一个所在，其实拢是过去的传统、遮的律法，咱所学习的拢是遮。但是福音伫倒落的？福音是伫咱遮的所有的经验的内底，咱我靠主，我靠信心，咱开始。伫一寡所在，咱开始试看卖来真正的甲这个福音来接受。咱军队基督，咱顺坦信心是会有甚物款的行为？咱着无搁再用律法来分别咱的兄弟姊妹，咱会真正来看见咱身躯边的人的需要。伫我经验内底，大部分的时阵，一个人要起来服侍，毋是讲你甲伊要求，还是讲你甲伊邀请，还是讲你摕一寡好处甲伊交换，安尼伊会真火热的开始来服侍。伫我的经历内底，我所看到的，真正回应呼召为上帝
个来跑走的遮个前辈，因拢是伫即福音内底，因真正经历着上帝是怎样疼伊。伊身躯边的兄弟姊妹是怎样诚做即福音的器皿，诚做伊的祝福。所以伊伫伊的兄弟姊妹的中间，伊真正看到即福音是啥物？即福音毋是讲我拄则咱读去几节圣经节，伊伫遮读互听，是伫伊真正有需要的时，上帝回应伊的祈祷，伊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就诚做是伊的福音。愿信心开咱的目睭，互咱来看到咱边仔人的需要，咱做伙来祈祷。遮通来提拔上帝，感谢你遐尔的听阮，感谢你相信信心，诚做是阮的帮衬。伫咱有偏离的时，伫阮受着即个律法控制受苦的时，互阮有全新的愿望。譬如主，你开阮的眼界，互阮看待阮边仔人，就亲像是信心你看伊的眼光。恳求你嘛，赏赐开力，互阮通活出即个对你来的新的画面，互阮愿意来完全接受这你所赏赐互阮的救恩。这救恩免诚做是阮上大的祝福，诚做是阮继续服侍的开力。阮的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